1959年6月初5，李光耀宣布就任新加坡首任总理，迄当伊42岁。当时新加坡只有200万人口，局势混乱。Whoever governs Singapore must have that iron in him, or give it up. This is not a game of cards. This is your life and mine. I've spent a whole lifetime building this. And as long as I'm in charge, nobody's going to knock it down. 伫个领导的新加坡摇身一变，成做现代化的国家，嘛伫国际之间得到不可轻忽的影响力。2004年6月初5，台湾水果头一次进入中国一级批发市场，有10吨半的金钻往来。伫即天到厦门水果批发市场，过去即种高级的往来，主要拢是销往南韩甲日本，这嘛是第一次经过厦门进入中国销售。2016年6月初5，世界排名第9的台湾羽球选手戴资颖，第1年顶级超级系列赛，前后拍败中国武大3金钗，包括伦敦奥运金牌李雪芮、世界第6的王世贤，也有王懿涵，摕到个人手造顶级赛冠军，得到奖金大约是220万的新台票。